首先，今天是我们永东教会52周年，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一起来敬拜赞美，阿们。首先，我们用台语来赞美。我们在这从头，我们要用华语来敬拜，愿一切荣耀归赞美给我们的神。耶稣至尊生命，荣耀全能运行，救赎恩典遍及万民，以爱拥抱回归儿女，全心敬拜赞美。基督活出。